中英航空最近伫长程的航线的商务舱推出新的服务，爱空服员伫欢迎的卡片顶头签名，搁再送互人客。有人就向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投诉讲有人客搁甲伊家己的联络方式写伫这张卡片的顶头，问这个空服员讲敢要做伙出去。空服员是认为讲签名这款动作会互人客误会，工会即马嘛拍算要来发起拒绝签名运动。中英航空甲西定林婉如合作设计3款时数卡片，伫中程航线商务舱作为欢迎旅客的迎宾小卡片，专属服务区域的空服员的亲笔签名。也毋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收到投诉，其中一款卡片写着“我心里独尊你的影像档已经旧啊，需要更新，爱出伫你上新的画面”，真侪摆引起乘客不当联想。甚至回传卡片予空服员，表态想要做朋友。那签名其实就传递了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对这首诗词的认同感，但空服员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另外后续衍生的困难是，已经有乘客是在后面的小卡上直接签上自己 IG 的账号，然后问主人说，那下班要不要一起去走一走？工会批评伫机场营造暧昧氛围，当作行销手段是非常不可取的作为。即日起发起记者活动。中英航空回应，为着提升中程航线商务舱的服务质感，精进服务以人为本，希望借着优美的诗词，向旅客表达欢迎之意。这项服务也得到不少旅客学乐。那卡片隆重设计有3款，拢有无同的意见，会当由空服员家己选择任何一张卡片签名予旅客。中英航空也欢迎各界对这项服务表达宝贵意见。我觉得很贴心啊，对呀、那个备受尊重啊，对对对。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那很多人的想法，他如果比较狭隘的，或者是说他比较偏的，那他怎么想，我们没办法去影响他嘛。没差啦，喜欢的人就拿，不喜欢的就算了啦。对时事卡片引起无同的讨论，时事作者林婉如也透过面册发声，表示家己的创作无局限是正史，适用对真久无见面的朋友、真久无见的家人，任何思念说无法度见面的人。记者综合报道。